品味渔村的水，嘛来省视文化断根灭绝的危机。所以来甲镜头转到美丽山城高分啊！高分啊，假日的旅游人次高达5万人。但是坐轮椅的朋友，若是到高分啊佚佗，拢只会当伫遐吐大气。华视采访团队对着身心障碍的朋友到高分啊老街来体验，发现9成以上的店头，这个门口拢石坎，管价敢差真多。坐轮椅的朋友，不管是要踅街是要食饭，拢真困难。另外，老街的行路嘛拢无配套的设备，真会造成轮椅族来车跋柄。要安怎打造一个友善、畅行无碍的旅游的路线呢？轮椅族无障碍的生活，咱做伙来关心。轮椅推起来并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容易。走路的时候可以自由走动的地方，可是其实，对于坐轮椅的人来说，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狭窄。算热门的景点的话，把硬体做好，让大家就是很安全、轻松的进出，我觉得是必要的。我会行动不便，是因为出生年代刚好碰到小儿麻痹症大流行，那很多小孩子就患病，我就赶流行。对，那个病的后遗症就是会造成肢体的一个障碍。小时候会受到很多异样的眼光，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所以我们在路上常常会被人家就叫我们掰咖。路过雨的早起，60岁柯美贵必须外靠着轮椅出门。毋忙自由甲旅行的伊，嘛无法度稳蹲伫厝内，坚持买来外靠着大众交通工具，学会晓开车就路。我很渴望可以出门去，而且是自己出去，我很喜欢自己出去，就是享受那种独立的感觉。很早就决定说我一定要会开车。想去哪就去哪。对。为家人的厝开车半点钟，高雾豆豆啊线条，山城显出着原本的面貌。这天，伊甲高中的同学柯宝珍小招到高分啊佚佗，但是困难甲挑战嘛对得来。以我用斜坡的心态，从这边慢慢的铺上去，然后对缓缓的上去就可以了哈。就差那么一点点啦。对啊，其实可能施工上也不会太困难吧。不然这个关系比较漂亮。对啊，看不到，我们只能这样。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哎。我一直没有办法进去，没有办法哎，不好意思，跟那个管方有建议的，对，说放一个板子，就像那个公车有没有放个板子，然后随时可以。对，如果说在策划，会有一点压力，没有写过，我以为一定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街道上悬悬挂着高瓦顶，映照着古老的石坎，感受着浪漫佮传统的气氛。但是这个高分啊必游之地，对无法度行路的两个人，却是比登天较难，只会当翕相留念。有可能弄身价很慢，而且他扶手也都是只是做一步。对啊，也许我还可以走个几步。对轮椅族来讲，安尼旅游环境四界拢是障碍。就算店家伸出温暖的双手，也是无法度符合美贵甲保真的需求。在旁边，我很想看那个白色的大花跟这个小花，樱花跟就是第二层的第3个跟第5个。对，然后这个是樱花。这是我先拉的胚，我画的。比较里面的商品我就没有办法去看了，对，所以我买东西就像在这边就会比较随缘。外面看到中意的，请那个商店帮忙一下。正到的时间，想要伫咧老街找一个无障碍用餐的所在，对两个人来讲更加是无可能。下去有接，对不对？那个接不是要下去到接的。下去的话就是对啊，下去座位区要大，要用走的下去，对不对？可以，有办法吗？
门口的坎虽然我们冲得过去，但是因为屋子里面它就是可能是有斜度，所以它每隔一段有一阶，那个阶的高度，我的判断就是车子对我们的车子来讲太高了，然后到座位区的时候可能有2、3阶。有95以上都是有阶的，有的虽然一小阶，但是我们进去还是一个阻碍，就是平常人觉得怎么样的一个小小的阶，但是我们就进不去了。高雄也是观光客必留的热门风景区，每一年平均出国一届的美贵甲保丁，受到疫情的影响，2020年转国内旅游。溪湖、乌来等等的所在是酸透透，对台湾风景区的无障碍环境感触真深。去西班牙的时候，去参观一些100年建筑以上的古迹、老教堂什么的，他们竟然无障碍也都做起来了，我真的很惊讶。我本来想说，大概就是随便看一下吧，结果可以畅行无阻，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应该也可以学那个精神。阶梯的方面是我们目前是最难克服的。那当然，之前大家有讨论一些意见，譬如坐电梯啊干嘛，但是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容易去达成这个事情。当然有这个想法，但是说实话要做事有点困难。一个石坎无到15公分，但是轮椅族的心酸，一般的大众敢会当理解呢？内政部的统计，台湾身心障碍者的总人数119万人，机体障碍的人口大约40万人，以及台湾进入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4.05%。打造友善的旅游环境，交通部观光局规划35条的行程，130个景点。像宜兰古草岭古道、花莲里鱼潭、甲台东鹿野高台等等，业者嘛来推出着无障碍的旅行团，希望鼓励身心障碍者，也就是带老带小的民众，拢会当欢欢喜喜出门去佚佗。我们发现不只是这样，还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比如说家里有小 baby 的，或者是说你家里头你不是无障碍，但是你有老人家要照顾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如果是一个算热门的景点的话，把硬体做好，让大家就是很安全、轻松的进出，我觉得是必要的。这样子下去有个好处是，你们身体还有手可以去撑住这个重量。轮椅族厝外障碍也是未少，而且常常去互冷眼看待。为2014年以来，伊甸基金会透过举办无障碍生活节，让民众了解身障者甲老怀过程所面临的不便。像这几位实习的医生专工坐轮椅，亲身来感受。那个手进茶水间超难的哦，因为你知道茶水正常的家里大小的空间大概就是这样子嘛。你知道这就是你看轮椅其实很容易会让自己的手搞到，对不对？不行，可能要稍微再过来一点点之后再转，对，其实就是跟开车的原理有点像。它不是还不自己拿上去啊？对，但因为我在后面，你自己推，我只是帮你稍微撑着。我可以。可以啊，你可以试试看，但是他们有时候会这样子，但因为你一进去就要立刻抓住哦。体验场地空旷，但是拄到下寮的滴水景点，也是发生真侪状况。模拟办公的环境，嘛因为轮椅的抢环伤悬，无法度顺利入座。这拢是轮椅族伫生活甲职业场所拄到困境的一小部分。因为以前没有做过，就会觉得说，就是其实轮椅推起来并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容易。那很多空间我们觉得说，走路的时候可以自由走动的地方，可是其实对于坐轮椅的人来说，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狭窄。刚进厕所的时候，我也没有，如果平常走路的话，我不会感觉到地板上有个坎。那也是自己推进去才会发现，那个坎就算是一点点而已，但是因为要上坡，我们就必须要用非常大的力。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体验才可以去发现的。一般社会大众能够站在不同的族群里面去看这个世界，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身心障碍者其实会面临到很多的状况，可是我们都不是身心障碍者，所以我们透过体验的方式或透过角色扮演的方式，让他们去就是转换个角度去看看这
这个世界，然后甚至去理解原来肢体障碍者的高度跟我们一般人的高度是完全不一样。对身心障碍者来讲，出门袂输是一场的战斗，要克服无平坦的钉仔脚甲石坎。每一座旅游，轮椅族更加爱化身做冒险王，度过重重的难关。期待有一天，城市更加友善，无障碍的环境更加落实，因才会当拼开轮椅的束缚，享受旅行的趣味。身心障碍者跟我们一样都是人，既然是人，他有的权利我们应该也都要有。事实上，应该环境要对人友善，对所有的人友善，那才是一个好的环境。